我刚才洗澡忘了带浴巾进去，在里面站了半天没敢出来。为什么呀？我忘了这是我家了，我还以为还在你家呢。嗨，这样啊，明天回家吃饭。是啊，没说在外面吃啊。我说回我爸家。这刚回来2天就回去，再说了，明天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呢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是说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呢吗？妈，你这2天不是那胃口不好吗？你看，你们炒的这个尖椒炒鸡蛋，这个豆瓣酱炒茄子，开胃的。吃点，多吃点菜，怎么样？咸啦？不行。你不吃啦？哎，老。你儿子在的时候你吃不下去，你儿子走了你也吃不下去，你这到底想怎么着啊？干脆找他过去算了。你真回你妈家住了？哎呀，一切风雨即将过去，马上就要见到彩虹了。哎，你说，你公公怎么就同意了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怎么就是这么容易答应了呢？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，说不定这回你公公哪根筋儿就搭对了。行啦，别说我了，聊聊你这个老姑娘怎么打算的呀？你说谁老姑娘呢？在过去，你这年纪可不就是老姑娘吗？还是压箱底儿的？哎，说说有什么情况没有啊？你不知道，其实呢，我是有计划的，我准备憋个大的呢。憋个大的？你最近怎么那么神秘呀？上着班老出去讲电话去，是不是有情况啊？是不是那个刚才发短信的？不是小敏，你看啊，追我的人这么多，我总得矜持一下，好好考虑考虑吧。你快点给我老实交代，别废话，快，谁？跟我说。我就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拉倒，别后悔啊！姐，这是我们雄金公司新推出的一款产品，非常好用。我听米总提过好几次了，那个什么华信，跟咱们公司经常有账目上来往，我怀疑米总在外面有小金库。那你没问问郑会计啊？问了，口风特别紧，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所以我才怀疑。我觉得这件事儿肯定有鬼。你这样啊，无论如何你都要查出这个华信公司跟老米是什么关系。一旦发现什么问题啊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听到没有？欢迎您再次光临雄金。好，谢谢啊，再见。哎，王丽，我啊，哎，你最近忙什么呢你？也不说出来聚一聚。哎，对了，我听你说你是不是那个工商局有一个朋友？哎，你帮我约一下他，我有点小事儿。好，好，好，说好了啊，那我等你电话，谢谢啊。
给你点辣酱吃，这东西最下饭了，你必须得多吃，知道吗？看你那小脸白的，赶紧多吃，把小脸给我养的粉扑的啊，养红了啊，要不然妈这暴脾气，我告诉你，我真压不住了我。妈说的对，小米，你吃点青菜，有营养。哎呀，行了，他想吃什么自己弄，在自个儿家里你用得着吗？妈，您吃。我不，你甭管。小亮，吃饭就是吃饭，自个儿吃自个儿的，这一家人在这没事夹来夹去，累不累得慌啊？行啦，吃饭。我吃饱了，哎，一会儿吃完我来收拾啊，我刷碗。没事儿，那你先回屋吧。妈，您慢慢吃啊。你能不能对小亮好一点儿？那么凶，吓死人！哎，我说的没道理啊，他这一天到晚可都在医院里头，医院里头什么病人没有啊？你现在身体这么弱，哎，孩子不知好歹呀！我发现你怎么什么人？我这2天想了想，我觉得我这事儿吧，跟人家也不能全怪人家，也是我自己疏忽大意了。你什么叔叔大爷？是我疏忽大意啦。我告诉你，明儿，他要是一个干别的工作的，我不怨他，是不是？男人嘛，粗心。他是那粗心的人吗？他自己就是产科大夫，他自己老婆弄成这样，他关心你吗？真关心你吗？行啦，差不多得了，见好赶紧收摊儿吧。你不就是想借此机会把事儿闹大吗？好让我搬回来跟你一块儿住。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就你那点小心思。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你妈说成什么人了？还有我这暴脾气？啊，我干嘛呀？我要有点什么想让你回来住，我还不直接说，我还兜圈子啊？啊，我还收摊儿，我收什么摊儿啊？我阴谋家呀我？啊，你妈是一个心直口快、清澈见底的人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就不明白了。你真想让我们俩离婚啊？哎呀，我说离婚，这不是因为他们家对你不好吗？表现不好吗？他们给了我很多把柄吗？这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我让你回来不好啊？啊，这不是为你好吗？这天天4菜1汤的，你别不知好歹啊！行，你对我好我知道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你老是一天到晚对小亮这样摆个脸子，那么凶，吓死他了。在家里他能好过吗？那不得一天到晚想着去回家呀？我跟你讲，他要是回家，他去哪儿我去哪儿，我就跟他搬回去。成，你不管啊，你不管你妈，你谁都不管啊！你要搬回去，你就搬回去，爱去不去。我下辈子我再要孩子，我都不叫王淑华，我。那你叫什么呀？你叫王琳琳吧，咱还是一家人。我打你！我死我都不能叫王琳琳呢，我。不过真的妈，你说这事儿俩家人闹得也挺不开心的。要么我说，咱哪天去跟他爸他姐一块吃个饭，化解化解。这，我才不跟他们家化解呢，我不吃啊。不去拉倒，就不去。那天我就搬走，后悔了你。你敢？你搬个试试。吃块鸡。那你让他吵的。干嘛呢？别傻坐着，快喝水。
姐，你说我把公司的资料都查遍了，愣是没有找到跟华信有关的一点东西。哎，是不是我那天听错了？哎呀，你还真没听错。你看看吧，这什么呀？啊，姐，工商局查的吧？太聪明了你！这也叫聪明啊？哎，你回去啊，接下来要帮我查华信在财务方面和谁还有什么往来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只能试试看，我也不敢保证。行，你就试试啊。那我就先撤了，啊，我不能出来时间太长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我就不留你了啊。好，哎，千万要小心一点啊。放心吧，我办事。拜拜。哎，我让你帮我约的那个税务局的人怎么样了？好啊，那就定今天，我请客啊，谢谢。你又搬丈母娘家住去了？是啊，这个折腾呀！我这一天到晚，好家伙，都快变成耗子了，就剩下搬家了。我说亮子，你还真行啊！我原来以为你坚持不了多久就得离婚呢，还行，还走下来了。你别乌鸦嘴，离什么离呀？我不但得走下去，我这还得过一辈子呢。你当谁都跟你似的呀？招猫逗狗的花心大萝卜一个。哎呀，花心不是男人的罪，是男人遇到的女人不对。你瞧，还真会给自个儿推卸责任。什么叫推卸责任？就这理儿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没遇上我合适的。我要是遇上我合适的，我比你痴情。真不信。你看，我都琢磨了，这人吧，什么事儿都得靠缘分。你就说啊，牛顿要是跟苹果没缘，他能发现万有引力吗？你说砰叽掉下一榴莲，砸死了。那你的意思是你想学牛顿，等着你那苹果掉脑袋上？哎，还得是那又大又圆的那种。行，你就等着吧。万一哪天天上啪掉下来一烂苹果砸你手里，你洗都洗不干净。你就咒我吧你！哎，亮子，你先待会儿再看，你待会儿再看。你别说，这里面有几张照片真好。是，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。你平心而论，你就说，兄弟我，在艺术方面有没有才华？你呀，你想好了再说啊。这才华这东西吧，就跟冰箱里那冻肉似的，你要放的时间太长了，再好的肉也没味儿了。老胖，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？看电视呢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是回来晚了，有几个那个企业的大客户，非要叫我陪他们吃饭，我想拒绝吧，他们一直我潜在的客户都是咱财神爷，我就陪他们只好吃了。但我没喝酒，非常理智。不高兴了啊？我什么时候因为你跟客户吃饭生过气啊？对，没生过气。哎呀，我都关了。你是不是有事瞒我？没有啊，我哪有时候瞒着你啊？每天2点一线，上班回家。你在外面是不是还有个律师事务所？没有啊，有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这一个事务所我都忙不过来。真的？我发誓，真的绝对没有。吃吧。那行，吃。你看这个哈，这上面怎么有你的大名啊？啊？这什么刊？哟，是不是重名了？
应该聪明吧？妈，这真聪明。哎，这出生年月日错吗？身份证号码也错？啊不，没错，那肯定是我。对，这米饭也很少有人叫，是我，不是，我怎么没印象？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看仔细点。嗨，华信，哎呀，华信，就是那个华信吗？他是我几个学生开的，但他们呢，由于这个资质比较浅，工作经验不足，用我在律师界的腕儿，他们好那个开展业务。嗨，哎，我都忘了这回事了，也不知他们现在干的怎么样了。你这名声可是无形资产。对呀，是你有人帮忙人，我也能理解。没占股份？占什么屁股份？那么小个公司，我还占学生股份，我好意思？哎呦，没有。哎呀，那你看这上面怎么也有你的大名啊？啊？这什么？而且你名下还有30%的股份。你别呀！我来分析一下这什么情况。他30%的股份，我都是怎么写的？这确实是这么写的。你别让我想想怎么回事啊！我想想，别着急。嗨，你说这几个孩子瞒着我，弄了30%，他怕我不给他们挂名了，就拿这个股份诱惑我。你说我能跟他们计较吗？哦，我们是什么经济实力啊？我能赚那几个穷学生的钱吗？这孩子他们太可爱了，还30%，真敢写！哎呦，哎，股份我不管哈。那啥，我去换个衣服，我上去换。不用你，赚钱没有？哎呦，赚个屁钱！不赔就不错了，还赚钱。哎呀，哎呦我天，太牛了你，真的，你真是铁齿钢牙呀，不愧是京城一线律师。我这要是没有点真凭实据，我真扳不倒你。说，来，咱们再看看这个。什么？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单，不挣钱，拿什么去交税？你别，等下，哎，这不是税单？哎，我这有点懵。哎呀，我不上岁数了，我怎么？哎呀，钱呢？这些钱呢？这些，你别，一笔钱呢？让我想。老米啊，你还骗我多少啊？没有，你还有多少事儿蒙着我？你让我好好想，别急想，你让我想。我这么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，你这一笔一笔都这么瞒着我，你要干什么你？你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没，我脑你到底有多少事在骗我？我脑子有点懵，你让我想。我这样一心一意对你，你还这样对我？不是。你是不是在外面还养一个小蜜？啊？说什么呢？侮辱我！你不知道我这个人为人吗？我绝对是个作风正派的男人。你可以问我，从来没有这方面有任何绯闻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能侮辱我。两回事，你干什么？你那是钱呢？你别好，我想。那这些钱呢？好，你先不，好，这个事我让我自己想，不急，钱不急。哦，我想，嗨，对，我是分过一次红，哎呦，真忘了，是分过一次红，是3万5万来着。当时我就让他们寄给我大哥了，我大哥不是那个动手术了吗？这就寄给他了。哎呀，想，就分过一次。对，就一次，全都给你大哥。对，你给打电话问我大哥求证，这可以了吧，亲爱的？嗨，我记错了，别，不急。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华信，你让他们把账本拿出来，咱们一笔一笔的把账对清楚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他不应该知道。不行，这个死活不能承认。怎么个意思？把自己倒成这样，也想出门啊？把包递给我，我不吃饭来不及了。走吧。不是什么走吧？什么意思？去华信呢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华信真没赚什么钱，我也只是挂个名。你说华信那几位都是我的学生，我作为师长，冷不丁去查账，你让人怎么想？感觉我不信任人家，是不是？
好了，别闹了，别哪儿也别去了，我上班去了啊。我不管，你信不信任他们我不管啊，反正现在我不信任你。哎，有你这样的吗？我自己老公在外面跟人合伙开一律师楼，我这当老婆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这要不是把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不承认呢。哎呦，我说王琳琳呀，你怎么那么爱钻牛角尖呢？你说生意上事你又不懂，是吧？我犯着每样都跟你说吗？还有这个华信，在我眼里它就不是个事儿，你老跟你说干嘛呀？啊？还有，平时我跟你说点单位生意上的事儿，你又不愿意听，这个时候拿这个说事儿了，你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？我成无理取闹了，你有理。好，华信这事儿我要不查清楚，我跟你就没完。你这样去查？我查。王琳琳，你不要什么由你性子胡来啊！少给我蹬鼻子上脸。男人在外面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脸面。你非逼着我去查账，当着我学生面不是打我自己脸吗？啊！我在京城律师圈也是一线呀，我丢不起这个人啊。关于华信，我问心无愧。你信不信我不管，我信。OK。谁呀？谁呀？哎，我发现我问你谁呀？怎么你每回都不答应？家里没来人吧？没有。有事，快过来。干嘛呀？你有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？你神神经经的，怎么了？捅娄子吧，捅娄子。又捅什么娄子了？是作风娄子还是经济娄子？这回？你想哪去？别胡说八道好不好？那什么，华信的事儿，王琳琳知道了，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，弄得我措手不及。幸亏我反应及时，暂时把这事遮过去。知道就知道吧，干嘛呀？何至于啊，把你吓成这样？他回家就审问我嘛，问我把华信钱都给谁了。我那得说实话嘛，我说给我大哥了，他不信啊，说还要查。但目前看来他还没怀疑到你这儿，但他万一要是找到你这儿来问这笔钱的事儿，你就是装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华信，我也没给过你钱，好吧？咱们俩统一口径。哎，凭什么呀？我才不跟你统一口径呢，干嘛呀？我蒙人家？我就不怎么了，给我钱怎么了？我跟你过去也是明媒正娶，咱孩子也是光明正大出生的，给女儿了，给前妻了，怎么了？非得把所有的钱都得给他一人啊？不是，他要知道我把钱给你了，他就跟我没完。不跟我吵个没完吗？他能饶了我呀？凭什么跟你吵啊？给孩子钱，给前妻钱怎么了？凭什么偷偷摸摸的？这是历史遗留问题。就在当初哈，我跟他那个结婚时候呢，我们也得说这回事儿。我当然想呢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是一。其二，咱们之间的事啊，跟孩子，我想没必要给他知道。但既然不告他，就不能再说这个事儿了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要不然牵扯个信任上的事情。我告诉你这人，我跟你讲，米饭，你这人就这德行，活该你！你当初跟人结婚，你凭什么不把这事跟人说了啊？人家也不见得就那么不讲理，是不是？就承受不了，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呀？脏啊，这事儿，这够可笑的。你在这装什么好人？你总结什么呀？那后悔药能吃吗？我不说这历史遗留问题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当你想看我跟他吵架，你高兴对吧？你跟他吵架，我也没什么高兴的；你不跟他吵架，我也没什么不高兴的，知道吗？反正我不能替你撒谎，我该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我这人诚实，我没事骗人干嘛呀？不好。你不可理喻，这个人。我就这么不可理喻了。反正他来问我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我不能撒谎。咱先不聊这事儿，我先问你，就那个，那天我姐带我上那个医院做那高级体检，18000，你不是说你给我掏吗？你什么时候给我钱啊？那行，我让那个明天让狗小张给送来。一点不理解的人。什么叫不理解？你就这么点事儿你走了？我哪天取钱去？那18000哪天呀？你这样我给你送来吧。够傻。淘气。
闵律师，您找我？您进来吧，把门关上。邓大姐，华信的事还有谁知道啊？华信，没人知道啊，不就咱俩知道吗？你还吩咐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那王琳琳怎么知道了？啊，她知道了。哎，我跟你保证啊，我可没说过，我绝对没说过啊。好，我先相信你。但总之他已经知道了，而且华信的税单他也拿到手了。他都有证据了。这回你得坦白了。我坦白什么呀？我坦白我不就完了吗？他要知道我把华信的钱都给我前妻了，那不得给我玩命啊！坦白。不，还好幸亏反应及时。我说华信的钱呢都寄给我大哥了，暂时把这事圆过去了。他不会找你大哥核实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哎，大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琳琳。弟妹呀，听出来了。有日子没联系了，你搁哪儿都挺好的？挺好的，嗯。啊，行。最近忙什么呢？他一天就瞎忙呗，忙的连家都顾不上了。哎，大哥你怎么样？身体挺好的？啊，挺好的。对了，你那老毛病有没有复发呀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对了，那个华信的那些财务票证都办完好了啊，不能再出纰漏了。您放心吧，咱们应该分析分析，他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呀？不分析不分析啊，你去忙去吧，去吧。他是怎么知道的呀？是啊。对了，大哥，上次那个老米给你进的钱，你收到没有啊？钱？哦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真是多亏了你们，你们俩挣钱也不容易，还老替补我这大哥，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哎，大哥，我忘了他给你寄多少钱来着？寄多少钱？啊，你这一问我还真想不起来了。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想你那块开销大，你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就从我这我再给你寄一些去。啊，弟妹，不用不用，都够花，你们不用惦记我，谢谢你们了，弟妹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咱们都一家人，那么客气干嘛？那行，大哥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啊。好的。给大嫂带个好。好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哟，妈，干嘛呢你？我在这收拾这鞋柜，脏了。突然收拾鞋柜了。哎，小亮，哎，啊，就你那2双冬天的皮鞋，我给你擦好了，弄干净了，打上油了，收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就那种鞋，因为隔季呀，你搁时间太长，它容易长毛。啊，哎，对了，小亮，那，嗨，站起来干嘛？坐下坐下，妈跟你聊2句天儿，坐下。怎么样啊？今天在医院里头累不累？我不累，我挺好的，在医院里。那就行。哎呦喂，不是，嗨，你又站起来干什么？我这一说话，他真往起站。你说我这暴脾气，我也受不了。坐下。我告诉你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妈给你们买了大黄杏了，可甜了那大杏，都洗好了，书房呢，我给你们拿去啊。你妈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样对我呀？我妈别的没什么，就一点最好，知错就改。来了，大黄杏，哎，大黄杏啊，瞧瞧，哟呵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倍儿甜，不像上次我买那杏也甜吧，但里面虫子太多，一咬，好家伙，那大肉虫子里面还雇佣呢，这谁受得了？这个一个虫子没有，快吃吧，你们俩。好好，你们俩坐这儿一边聊天一边吃啊！妈给你们做饭去。别妈，您坐着歇会儿吧，我去做饭。哎呦，你哪能做饭？我坐下。我不，这孩子，我能让你做吗？你说你那手哪能做饭呢？那是拿手术刀的手啊，不像你妈这手
这才是叫拿菜刀的手呢。咔咔咔，哼，辛苦了啊，妈。哎，你还是让妈像原来那么对我吧，这样我也受不了。哦，好，找到，收到。你等我先看看吧，我看完以后呢，咱明天再回话，好不好？哎，干嘛呀？人正看着呢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老实交代，华信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有什么交代的，不就这点事我都交代清楚了，有什么呀？你说清楚什么了？哎，你就到现在你跟我说什么了？你一直在糊弄我。华信的账目，你一定要一笔一笔的跟我交代清楚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我是私藏财产是吧？我至于吗，亲爱的？咱俩那么长时间，你不了解我吗？我是那样人吗？你说咱们家的钱我管吗？不都是你管吗？是吧？连那个存折上密码都让我问过吗？你平时想买什么，你高消费也好，你不都随便吗？老公说过一个不字吗？哎呀，琳琳啊，我发现你最近变了，我快不认识你了，真的。你以前那个洒脱劲儿哪儿去了呢？你怎么现在变得那么小市民了呢？不，你怎么现在那么贪财呢？一定要让我很痛心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真挺痛心，你不能这样。哎，你停！你不是以前那个王琳琳了。我变得贪财了，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挣多少钱，我无所谓。哎，你是给谁花、怎么花，这些我都无所谓。但是你得告诉我，你不能瞒着我。我没隐瞒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那他是华信有挣了一点钱，我不都寄给我大哥了吗？不行，你给我大哥打个电话行吗？你们俩是亲哥俩，我打电话，他能跟我说实话吗？哎呦，你说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我真没辙了，琳琳。你跟我说实话不就行了吗？不是你变了，我没我这说什么我变了？你不相信我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不相信，不是你跟我说，你说的我都信，只要是你说出来的。形象，你看你像原来那么雅丽，哎呀，喂，哎呀，啊，证人愿意说话了啊，这都说什么啊？你说我听，证人说话了，证人要说，证人说什么？对，这个非常关键的啊，非常关键啊，啊，你说我记得啊，你说。太好了，哎呀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，哎呀，太好，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啊，对，很好，哎，非常好，对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好，还有呢啊，好，关键部分，他也说了，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呀，这件案子，行了，哎呀，这我们最担心的哈，好，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？哦，刚才那个，我在打另一个电话啊，在跟客户说事呢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喝茶呀？啊，这个季节不是喝普洱的时候，喝绿茶。哎，这个季节一定要喝绿茶，铁观音都行。哎，这都而且饮料之王，防癌的，一定要喝绿茶。改日我请你喝绿茶吧。啊，好的，你放心，最好绿茶。哈，再见。我越来越佩服我自己了。哇！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，我在沙发里。后来怎么唱？相爱没有那么容易。对，相爱非常的容易。没那么容易。多容易呀！嘿，老公，你说说，大周末的在家里这么躺着多舒服呀！我感觉我都好几年没这么舒服了，还是在自己家好。这话说的啊，好像在我们家就让你坐牢了是吗？跟坐牢差不多了。你就比如说这沙发吧，我敢在你家沙发这么躺着吗？谁不让你躺了？你还少躺了在沙发上呀？
那是你爸的地盘。我爸又不是狮子。他就算不是狮子，你说他往那儿一坐，我敢过去坐吗？除非是他叫我有什么重要家庭会议，我才敢过去坐。就那遥控器一直握在你爸手里面，想看哪台是哪台。再说了，身为是吧儿媳妇儿，我敢这么四仰八叉的躺着吗？哎呦，你瞧瞧你说的真好，多懂事的儿媳妇儿啊！行了行，让你受委屈了，行了吧？知道就好。我现在真的是从细胞里觉得我是自由了，你觉得呢，老公？在我家怎么样？还行吧。你要是觉得哪儿不舒服，你就跟我说；要是觉得我妈哪儿做的不好，我帮你对付她。吹吧，还你帮我对付？哎呀，你说我爸现在干嘛呢？手术刀，稍背。喂。那王丽丽没到你那儿去吧？去没去闹啊？没有，凭什么找我闹啊？我招他惹他了，他凭什么找我闹啊？你真逗啊！这就好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那个，我估计啊，他还没想到你那儿。哎，那天我给你交代，你千万记住了啊！哎，我好不容易把这事对付过去了，你别背后捅我一刀啊！我有毛病，我背后捅你一刀？我把你捅死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啊？啊？谁养我跟我闺女啊？你真够逗的！哎，你哪至于呀，米饭？怎么成这么一个怕媳妇儿的人了？干嘛呀？他能把你吃了？我现在忙得很，不愿意节外生枝，算我求你帮忙行了吗？哎，你这口气像求人帮忙的吗？好，那这样，就是那我现在真诚地求你，就是我心甘情愿给你钱哈，就希望呢我给你钱这个秘密呢不要告诉王琳琳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能做到，我永生永世不忘你的恩情，好吧？这还差不多啊，以后说话跟我也客气点儿。长吧，你放心吧，他问我，我就说我不知道，打死都不说，咬碎了牙都不说，行了吧？哎，这就对了嘛，非得启发才行。好。米律师，哎呀，小张，来，我这正找你呢。那个，你帮我办件事去吧。金大夫，你这1个月的话费得多少钱呢？天天就看你个人打电话了。金大夫，是不是你老婆生你气了呀？我给我爸打电话。嘿，是不是你爸也生你气了？我这是给我姐打电话呢。你说人家吧，都是结婚以前话费多，这结了婚话费就少了。我这怎么结了婚反而话费还多了呢？我拿着这个产品，我坐着地铁，我到宋各庄，我给你送东西去，然后你告诉我说不要了，这次又送哪儿啊？昌平，你能不能有一个近点的客户啊？啊，行不行啊？行吧，好吧，你等着我吧。姐，稀客呀，啊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还知道这是你家，还知道这儿爸住在这儿，还知道我住这儿啊？你别这么说我了，爸呢？遛弯去了。又遛弯去了？从早遛到晚。怎么样？最近是身体怎么样？心情怎么样？
自从你走了以后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我觉得失恋都没他邪乎，知道吗？那你就多陪陪爸爸呀，你别一天到晚老。爸，上哪儿遛弯去了？瞎溜呗。爸，你看我给你那电话，你怎么也不带着呢？前一阵不是欠费了吗？我又把话费给你存上了。你出去遛弯行，你把电话带着。你说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是不是我也好找你？你把那电话带着。我又不是没钱，我用你给我充电话费。求您了，能固定在一个台吗？这能看什么呀？哎，没了。